最自由的台湾乌熊。有一只细只的台湾乌熊，伊的名叫做阿熊熊。有一天，伊甲爸爸妈妈出去散步的时阵，无说哩，家己行路行到甲爸爸妈妈分开啊。伊毋知影家己伫倒位，伊就行啊行啊，愈行愈会卡，愈行愈会卡。结果拄着一个来爬山的阿伯，这个阿伯足好心，伊想讲这只细只的台湾乌熊一定是找无转去的路，就安尼，伊甲阿熊熊送去动物园。动物园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动物，甲足侪无共款的所在，分做几若区，有亚洲区、非洲区。入去动物园了后，阿熊熊互送去台湾区，这是专门咧饲台湾鸟的动物，亲像石虎、台湾乌熊，阁有乌面腊杯。阿熊熊互安排去台湾乌熊迄边，拄啊好，遮有一只台湾乌熊，本来就住内底，伊的名叫做乌的。阿熊熊也袂入来真前，乌的足孤单，足寂寞。即马看到阿熊熊来啊，伊感觉足欢喜。自迄阵开始，因两个拄啊做伙，嘛变做好朋友。逐工拢会开讲，斗阵食饭，斗阵佚佗。有一天，阿熊熊甲乌的讲：“乌的，乌的，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呢。”乌的就讲：“哦，我知啦。因为你讲你是为山顶遐来的，你本来就甲爸爸妈妈生活，所以你会想因，对无？”阿熊熊讲：“对啊，我就想因。”乌的甲安慰讲：“但是咱拄仔伫遮足好诶啊！你看，逐工到食饭诶时间，就有人煮饭互咱食。”虽然听着乌的安尼讲，阿熊熊也是回答：“我也是想要转去，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偷走出去。”乌的踹一个，紧讲：“毋通啦，毋通啦！你若是去外口，就无人逐工照时间带物件互你食呢。”阿熊熊想想咧，因讲：“我会使靠家己的力量，我会使去掠鱼仔，嘛会使爬去树仔顶挽坚果，家己找爱食的物件。虽然较辛苦，但是会当足自由。你看，咱伫遮风关伫笼仔内，我无爱安尼，我就想要伫树林仔内爬悬爬低，走来走去。尤其，我就想要甲爸爸妈妈斗阵去散步。你是会当看到足水的日头，暗时会当看到月亮甲天星，但是伫遮逐工看到的，拢是头壳顶的这片天。阁有伫阮本来生活的厝林仔内底，我拢会当行足远的。我会当看到足水的溪水，阁会当去猎蝴蝶，阁会当看蜂有做蜜无。但是伫遮，啥物拢袂使。听到遮，乌的就讲：“听起来，
你带迄片树林足好耍的呢，但是我嘛是会惊哦。若是咱偷走出去，就甲即马无共啊。若是咱伫外口巴肚枵，就无人送饭互咱食。而且你看，遮有足侪无共款的朋友，有盼达，有狗山啊，阁有足侪无共款的动物，安尼嘛袂歹呀。这个时阵，阿欣欣讲，其实因家己拢毋知影，因大只嘛是足可怜、无自由的，因应该转去因兜才对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出去。你敢要甲我斗阵去？乌的回讲，我毋敢呢。阿欣欣讲，你一定爱下决心，安尼你的世界才会无共款。大只虽然真舒适，但是无自由。外口的世界较辛苦，但是咱就会有自由，会当去做咱想要做的代志，对无？有一日来送饭的哥哥，袂记得甲门锁起来，阿欣欣就对乌的讲：“乌的，下暗我就要来走啊，你想要甲我同齐去无？”乌的考虑一下，讲：“好，我决定啊，我要去迄个感觉足好的世界，我想要缀你去树林。”就安尼，因两个趁暗时逃走出去，因先为笼仔出来，刷落来，爬去壁的另外一边，佮继续爬，继续爬，爬去大门的后山。这片后山甲树林有相通，行咧行咧，因两个行到骹已经碰怕，阁无物件通食。这时阿欣欣想到因进前是安怎对爸爸妈妈去找物件食的，伊就对乌的讲：“我来去找一寡鱼仔，也是坚果互你食。你大只毋通走去哦。”几若分钟了后，阿欣欣转来啊，伊甲找着物件分互乌的做伙食。食饱了后，因继续行，继续行。尾啊，因两个总算找着树林。乌的足欢喜，因为就亲像阿欣欣甲讲的，树林足自由，拢无人会甲因管。春天来迄天，因伫溪边耍水，阿欣欣的爸爸妈妈无常时出现啊。爸爸妈妈看到阿欣欣足欢喜，随家己揽一个。阿欣欣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足想你呢。”爸爸妈妈嘛讲：“阮嘛足想你诶。”阿欣欣甲爸爸妈妈介绍伊诶好朋友乌的，落尾乌的就甲阿欣欣，也阁有伊诶爸爸妈妈伫树顶诶树林欢欢喜喜过日子咯。